皇帝唐明皇哦，一正爱歌舞戏剧，伊嘛创设梨园，后世戏剧界就互伊做戏神。旧历的3月18，新历的5月初7是伊的生日。各地台湾戏剧学院就举办头一届的梨园文化节来庆祝。真出名的歌戏演员唐美云嘛来参与，咱做伙来看卖。武场带领师团迎接梨园守护神唐美皇祖师爷来到戏剧学院的广场，头一届的梨园文化节就要开始。梨园的意思就是戏班，唐美皇祖师爷寿诞伫旧历3月18，是戏剧界的大代志。戏剧学院今年特别扩大举办，伫拜三为祖师爷做生日。我们的祖师爷，事实上他在过去。他在宫廷里面就有所谓的乐舞表演，君臣同欢然后百姓同庆。那我们也是把这样的精神放到这一次。当咧舞台顶演出的角色是雷海清，民间普遍尊称戏神颠倒元帅，是侪戏剧的守护神。即摆的梨园文化节也以雷海清串演京戏、歌戏、客家戏。活动发起人之一的歌戏出名演员唐美云就表示，这就是多元文化的展现。无共款的语言，但是会当用戏剧的方式呈现。伫咧即个戏出内面，你会当看到无共的剧种，伊的迄个艺术的即个活力，而且甲伊呈现出来迄个精神。但是我感觉上特别的就是语言，地方戏剧就是以语言为主。即摆的梨园文化节集合侪戏剧界人士拢到场，刘建德表示，除了是为祖师爷做生日，也是借即摆的机会团结戏剧界，也望透过即个机会向社会推广一寡传统艺术。记者郭亮水台北报道。